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讲到云林周恩客，几多人会面到西路七坑，讲的是从了解人，迄个七十位数。其实七坑的坑是唔系客语用法，用周恩客话来套，应该是七坑，也算七坑。其实坑特别坑也上早时提西路轮播一搭配内陆看得到。人家一年读到的问题是真实的公文含个路牌的用词想要来证明，甲到底是爱用强也算强呢？仍是有两种无相的意见，也就世界历史系嘛个，哪个用法能正确，按样的意见呢？来看俺那个报道。夫妇棍打电五天，上后背下电太太七天。老朋友讲，记得係周恩50的年頭，輪背講以來嘅。张廖县七坎珍贵。從煙塘係種料種子，咩全國青苔假貓。當年種料種子用勞力來拜阿公婆，都會讓一拜七坎珍貴。從煙塘強調，七坎總唔得寫做七坎。一般講嘅七坎，講嘅係種料子孫，而記係嘅七條祖訓。時代的變遷，這個語言接觸的關係哈，我們現在張廖姓的宗親哈，在西螺的地方哈，他們已經不會講早晚課了，他們講河洛話啊，閩南話了，所以他們就講七條祖訓叫七坎。那二崙崙背這個地區呢，我們的宗親還會講客家話，早晚客家話，所以他以客家發音就七坎七坎。對18世紀起時，周恩客60歲到雲林地區，嗰陣時順帶一下新富民海北片，同西螺、崙背同二崙一搭白黑，其中種料相為主嘅20部落，用順時針嘅方向劃做嘅七大地，咩做嘅七坎。唔過也千本年啲嘅講法，點都係西螺七坎。七坎的原因是七條祖訓，後來迎神賽會又把它劃成七個單位。輪值的7個單位，每7年就輪值一次，所以叫七坎地區的由來。至於為什麼叫西螺七坎，這個話說就是民國61年華視啊有一部連續劇，叫做《西螺七澗》。同西螺崙背一搭白，萬奈就看得到坎、坎、坎34輪定用。頭擺要當長一段時間，搭咗天氣七家講七家嘅，七家用七家嘅。我而咩冇乜清楚，哪隻是真係正確嘅？就連從煙塘到新年重新編寫種料相太粗譜，搭擺用法咩冇共樣。也記得這粗譜，簽到係明朝萬歷16年嘅一篇文獻，講到拜阿公婆過後，而結束七坎之訓，認聽講法作為七坎。當然，以目前來講的話，會造成很大的困擾。有的用堑錢的堑，有的用山土堑，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尤其在文宣的使用上，他不是張廖姓的祖孫，他也搞不清楚啊。一般的外人啊，奇怪啦，同樣一件事，為什麼3種表現的方法？唔好總講講山土堑，啊佢叫做西螺七坎哦。按嗰邊按講講梅莊，哦，你按講梅莊講西螺七坎，按講七坎吼。啊那七坎國語老講就要講做西螺七澗，叫做七澗部落啦吼。啊嘛按因就個崇元堂吼，按因崇元堂上按因卡因嘅就個宗屬貴人就講，按因就講希望用三干堑就個出。族譜的分量很重，族譜分量很重，但是你們不知道，你們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伊做啦偏行誰類阮的影片，貴人攏唔要國考嘅，所以佢代啲欠，感覺講無好意思。所以佢哋感覺咧歷史時空的轉變，思維轉變過，佢好老嘅人同化佢，佢感覺講歷史磨合。唔過同崙背嘅搭白，尤其係江美村一直流傳嘅七坎嘅發言，佢也認為應該係用坎4張錯，因為這樣時嘅錯譜本單搶3條祖訓，味道老坎改做坎，爭變作為7條。
我民国83年，迄阵啊咧成立了社区总体营造系吼，我是写做一个编啊，即七坎文化工作室，吼一编来挂去，老辈一来，问讲你咋写？我讲俺系咪写？你砍头砍面的，什么砍？砍得掉就砍。哦，我对遐开始讲，大安尼。都不管佢係错啊唔错，咱因的祖先上台因是交代落来，交代只讲一处欠，啊，毋过是会讲错啊唔错，咱因是会讲坚持一处欠，因为遐也讲佫无坚持落去，后是因是会冒回，后一个一处欠个，但唔是得量。对学术的角度来看，语言的传承和文字内容的完整性当有关系。创作客话也系学路话都无文字流传，故所才会出现欠、砍无共样用法。学者认为，而且确认内涵，彰显得出正确的用法。回到最早来讲，在有音无字的状态之下，我想任何一个字都会有它的矛盾点啊，也是有它的正确性，所以这个部分很难去在这个时候当下去做一个决定啊。那我们从学术的观点，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找到最原始那个字音应该用什么字来代表那个意义啊。去看也去看的亚达斯哈，我想佢本来就同样本来是模式，佢本来就模式，迄个民言呢，安尼讲出来的，嘅意思呢，也咩冇清楚，意思有三种，有人讲係祭司看那个名嘅，按到看，按到看，啊，有人讲像家讲嘅崇贤堂嘅片哈，佢讲係七嘅祖训。有两只都带要用那只诗章创咯，俺也来看一下初步菜内啊，其实包含两片只有无共样看法。俺也看一下图历史分解里面都带一只诗很样用。图议论有一只竹田宫，佢也的只有一只动态欠一只诗，不过一只诗还没用错，佢也的其实没有无共样讲法。图议论新店的竹田宫，也代表七欠天气清早的七欠马，图一只咸咸的200年前的香炉。后背卡电动清楚的七欠马三只太师，又当到学术论文，就也解脱讲七欠真系正确的。我那七欠，咱就简单讲，新店七欠马，被动式七欠同挑兴盛的事物，新店七欠马是遐，规日七件七欠马咧揉七欠，吼，啊，甲个总路过地个总路，下底道光第9年，吼，西元1829年。眼见为凭嘛，就是说他们说新店的那个香火炉，那个 chicken 麦香火炉，然后我有去看，那真的上面就是刻七欠嘛。不过昨天宫自家解释，香炉确实系古迹，不过同民国60年，佢在没 Q 的流水而涨过，这样是读到西路七间播出的时间，里头证明佢也做西地都的七坎马，将布卡上去的。这是民国60年的时阵所拍起的物件，但是唔是讲自地就有的，但是这个道光几9年，迄是真久就有啊，唔是即马才拍，所以咱爱更正讲，这是唔对的代志，你唔好讲唔对落去。上座有人模式误解，和昨天宫还唔单枪欠一只诗，比如讲一只比赛当过的件事，没看错的。啊，这个日尖也是侧的，哦，这个日呢是3点水的尖，是水尖不息的尖，不是说人手旁的尖，这个我们捐钱是要用手捐给人家，不是用水捐给人家。文史工作者发现，对宜兰种法到园林欠的发言是这样客专有的特别用法。中华人林提起人林布心台村改片的上网音，记得咪系早安客，我现下唱变好咯客。佢话讲佢共同服侍一阵5现台体的庙，5欠来是表示讲，不管读宜兰读中华人林提起，以及到人林人的西路提起，有早安客的位数，佢全部地了只欠了只事。欠其实讲个佢系卡数嘅发音啦，
啊，它算不算那个很明确的中文字？那倒在可以考据，但是欠的米吼，其实卡书的米，是自成功的书的米，啊，所以讲文言吼，咱讲爱呢是梅欠、七欠。欠搁欠的字语，还唔单枪的史天天，也搭配喺讲米，喺讲只有顺时钟来排，应该係天唔欠。不过一般认为米係清後輩的意思，古數應該係天七。頭擺就是發生過天七欠有兩隻，天唔欠模擬愛的情形。族譜伊對直要編這類，伊講編依順時鐘編落，哦，依順時鐘編一個，而家七欠嘛安尼，寫正都寫呢，寫多等同尾都記住啦，所以起碼尾欠，哦，就是伊甲寫講尾種第五，啊其實是錯誤的啦。以崇远堂的立场来讲，以我们手中所有的文献的记载，它就是第五排序第五。其实排序第五、排序地区来讲的话，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啊。因为不管你是第几啦，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要教导我们这些张廖姓的祖孙，不要忘掉了7条祖训。崇远堂时也强做我分唔清楚欠欠的意義，後代子孫驚怕還較難了解，也在研的歷史意義，希望做得證明。我们以前在文献上没有那么的重视啊，所以我们就想啊，七坎也对啊，因为你讲闽南语嘛，你讲七坎也对，啊，你讲客家话，你讲七坎也对啊，我们就没有很注重这个字，但是因为现在客委会啊常常非常重视我们，提拨了很多我们的经费，让我们办活动。我们在很多文献上，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个证明，用最正确的字。他会用这个字是完全是中文字的考量，不是发音的考量，也不是闽南系统的考量，是认为这个宗族它应该很可以传承下去，传承久远啊，所以才会用这个所谓乡或是坎这个字这样的，啊。现在来讲，以通俗性，我当然认为啊，较简单，我讲七欠。除咗證明之外，也讀到清代問題，喺七欠變作公文書往來，還有路牌，聽錯用個專有名詞嘅時節，應該樣用咯。因哋民政府也好啦，而且靠委會啦吼。啊！即個人記者、電視台，因啷樣佢外邊人，因啷樣出一個厝，佢咪唔是講滿啦。講奇怪，即辦事特別樣出一厝，呢辦事樣出欠，呢辦事樣出三間錢，個人實喺外邊就問題，因一家冇問題，係希望講啲外邊我嚟了解講，無論講依厝儂公款，啲公門設佢俾即個通知都用一個三間錢，啊後輩人就嗰攞用這個掛戶嚇。有像對。規個也就按下個歷史了解嘅人啊，前有一兩個嚇，個也就面對上元條了解而變化嘅語言嘅學習呢也好，佢介入啦。按強下呢做嘅較深入嘅討論，我想就有辦法聽出一個呢親適合大家來用嘅詩，安尼呢不管學委會也好，甚至於漢白個議會嗰邊用詩呢，大家都有辦法接受啦。就是說。這個就是說，有時候我會把它認為說，他會不會不方便加，或者是可以加。對欠老欠的用詞問題，學者建議做得這樣機會，本大家從事這樣合法流失，本爭議對行較正面的方向來發展。這樣客語的流失是很快的啊，那一個語言流失代表一個文化正在消失，那這個我們不樂意見到的。那個這個謙跟欠的這個爭議，剛好也是可以當做一個語言流失的一個很重要的注解。那假如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當成以後未來探討重要的目標的話，或許它會成為一個挽救文化的一個轉捩點。大家是後輩注意團歷史文化做得呈現多元性，就算抗議的一個代表性的事，還係做得保留其他用法。來補充說明，這樣學堂歷史上是發生過哪啲文史嘅爭議。重點係為講這樣學嘅人以切頭感受，唔好本一個爭論變做一個族群過一擺分裂嘅問題點。